歡迎收聽希望聽新聞，我係慧雯。首先為你送上內容提要：美以聯軍開打伊朗，伊朗指揮官或已被擊斃。川普談伊朗，話佢唔想動武，但有時唔可以唔動用。以色列中美同步發出警告，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未正式啟動調查。港府42年嚟首次動用外匯基金。下面請聽詳細內容。美以聯軍開打伊朗，伊朗指揮官或已被擊斃。喺今個月28號，美國打擊伊朗嘅行動開始，美以聯軍多城多方位攻擊，目標係推翻伊朗政權。伊朗反擊引起阿拉伯世界眾怒，沙特宣布加入美以聯軍打擊伊朗。據 X 平台戰地就美以攻打伊朗，以色列國防軍直接襲擊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位於德黑蘭嘅官邸，發表評論指呢個係中東現代史上可能最戲劇性嘅行動。美以官員都已表示，哈梅內伊係美以軍事行動嘅目標之一。呢次行動係推翻伊朗獨裁恐怖政權。而目前雖然哈梅內伊官邸被襲，但呢位伊朗獨裁政權最高領袖嘅確切位置、狀況同生死依然完全未知。戰地評論指，襲擊最高領袖嘅私人住所，觸及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嘅絕對底線。呢個唔再係按比例進行嘅交火，亦唔係對軍事基礎設施嘅定點打擊，係一次公然嘅斬首行動，旨在剷除伊朗政權最高層。該評論同時話，若哈梅內伊被殺，由此引起嘅區域性後果，同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嘅報復，將係近代史上前所未有。而另一個結局同樣可能。該帳號話，呢個可能亦係一項旨在從內部瓦解伊朗政權指揮結構嘅行動，經過精心策劃。美國亞伯拉罕林肯號航母打擊群目前正喺波斯灣以伊朗海軍設施為目標。有影片顯示，美國海軍襲擊咗位於波斯灣基什島嘅伊朗主要海軍基地。中醫認為，慢病源於失同虛。現代人好多亞健康或者係慢性病，往往係整體血氣不足，局部又有淤塞、垃圾廢物堆積，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壓就跟住嚟。血氣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腳冰冷，冇精神，瞓唔醒。所以調理身體次序唔好搞錯，先卸負擔再補不足。三高代謝補幫助疏通經絡，卸除身體多餘廢物。補氣18味全面保養血氣，填補身體虧空，兩樣一齊配搭，直達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過買3樽補氣18味，仲有7折優惠，連結我已經放喺影片下低，有興趣快啲睇下啦。川普談及伊朗，話佢唔想動武，但有時唔可以唔動用。喺今個月27號，美國總統川普喺談到伊朗時話，佢希望唔需要動用武器，但有時唔可以唔動用。喺26號，美國特使威特科夫同庫什納同伊朗官員喺日內瓦舉行談判，雙方未達成協議。川普離開白宮時接受現場記者採訪，首先表達對伊朗拒絕按照美方要求放棄核武行為嘅不滿。川普話對佢哋嘅談判態度唔滿意，話佢哋唔可以擁有核武，又話對伊朗唔願意許諾佢哋必須得到嘅嘢感到不滿。而當被問到動用武力嘅可能性，川普就話美國擁有世上最強大嘅軍隊，目前美國喺該地區部署大量軍隊，等候總統下令。而喺被問到美國公醫係咪擔心中東會爆發曠日持久嘅衝突，川普就話應該咁講，總係有風險。又話如果對方能夠本住良心同誠意進行談判，當然好，但到目前為止佢哋仲未做到呢點。美國駐耶路撒冷大使館喺禮拜五較早時，以存在安全風險為由，授權非緊急美國政府人員同家屬離開以色列。就喺禮拜五，美國巨型航母福特號抵達以色列海岸附近。喺禮拜五 MS Now 報導，亞曼外交部長布塞迪禮拜五喺華府同美國副總統曼斯等官員會面，以期避免同伊朗開戰。
亞曼一直擔任美伊之間調解方，美國務卿盧比奧就將喺3月2號訪問以色列，討論伊朗問題同其他地區議題。路透社報導，一位了解白宮內部討論情況嘅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喺去年6月下令轟炸伊朗核設施時，已對擺喺面前嘅所有選項了如指掌。呢位消息人士話，白宮內部普遍認為同伊朗對抗比美國活捉前委內瑞拉領導人馬杜羅更難，但同時內部亦對同伊朗談判係咪取得成果持悲觀態度。呢位消息人士話，冇人對談判抱有特別樂觀嘅預期。以色列、中美同步發出警告，美國今個禮拜五建議駐耶路撒冷大使館嘅非必要人員離開以色列。此舉係喺美威脅對伊朗進行軍事打擊背景下，令地區緊張局勢加劇。與此同時，中國亦敦促公民盡快離開伊朗。據中央社援引 ABC 消息，掌管美國喺中東部隊嘅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古柏向川普簡報喺伊朗可能採取嘅軍事選項。法新社援引紐約時報報導，美國駐以色列大使克克比曾向大使館工作人員發電郵，表示希望離開嘅人員必須喺即日行動。與此同時，中共外交部亦敦促公民盡快離開伊朗，話鑑於伊朗當前安全形勢，外交部同中共駐伊朗使館提醒中國公民暫勿前往伊朗，喺當地嘅中國公民加強安全防範，盡快撤離。中共駐伊朗同周邊國家使館將為中國公民通過商業航班或陸路轉移提供必要協助。喺消息發佈時刻，伊朗同美國喺亞曼調解下喺日內瓦舉行第3輪會談，被視為係避免戰爭嘅最後嘗試。而之前美國喺中東地區進行咗幾十年嚟最大規模軍事部署。美國已派遣2艘航母，其中包括全球最大航母福特號。該航母喺禮拜4離開克里特島後，預計將駛向以色列海岸附近。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圖爾克禮拜5話，佢對地區軍事衝突升級嘅風險感到極擔憂。而喺禮拜5上晝，伊朗外交部長阿拉吉奇呼籲美國喺談判中避免任何過分要求，呢個喺一定程度上削弱前一日日內瓦會談後嘅樂觀情緒，而佢未具體說明指嘅係邊啲要求。北京發公告提醒中國公民暫唔好前往伊朗。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禮拜4喺例行記者會上話，中方正密切關注伊朗局勢發展，始終主張透過政治外交手段解決爭端，反對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佢又補充話，中方支持伊朗政府同人民維護國家穩定同正當權益，希望各方珍視和平，保持克制，通過對話解決分歧。中方願繼續為此發揮負責任大國嘅作用。而喺前幾個禮拜，美國、加拿大同埋包括英國、德國在內嘅多個歐洲國家都已呼籲本國公民離開伊朗。今個禮拜1，印度駐伊朗大使館再次呼籲目前仍喺伊朗嘅印度公民通過一切可行交通方式盡快離開。印度外交部上個月14號就已發布旅行警告，同時呼籲在伊印度公民盡快離境。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美正式啟動調查。美國商務部旗下嘅國際貿易委員會日前宣布，正式啟動一項調查，研究取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待遇對美國經濟嘅影響。國際貿易委員會宣布，將調查若取消所有中國產品享有嘅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待遇，喺6年內對美國經濟、產業同產品供應來源造成嘅影響，並預計將喺8月21號前發布調查報告。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謝田話，最惠國待遇係當年美國國會喺2000年通過嘅意思就係將對中國嘅關稅從一般以前嘅3成、4成關稅降到3%、4%。
變成同呢啲美國友好嘅國家最低嘅關稅，幾乎係零關稅，加上呢種芬太尼關稅、對等關稅，基本上可以話最惠國待遇已名存實亡。美政界人士認為，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直接導致20幾年嚟美國製造業流失、貿易逆差擴大、知識產權被竊取等問題，多次提出撤銷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嘅法案。呢個被視為係美國對中貿易政策升級嘅一個重要信號。若美方推進，將係自2001年以來最大嘅美中貿易結構性變化，預計將影響全球供應鏈同物價。時評員唐正遠話：咁基本上意味住中共所有嘅經濟火車頭全部都熄火，對中共嚟講可能係個滅頂之災。川普計劃喺3月底到4月初訪問中國，外界認為取消對中最惠國待遇可能成為重要嘅談判籌碼。港府42年嚟首次動用外匯基金，日前香港政府宣布動用1500億港元外匯基金用於基建項目，凸顯港府陷入財政危機，引起外界擔憂。此舉將危及香港聯繫匯率制度嘅信譽，係港元同美元脫鈎嘅信號。今個月25號，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公布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從外匯基金轉撥1500億港元，用喺支持北部都會區同其他基建項目，係1984年以來港府首次動用外匯基金。另外，為加快北部都會區基建同其他公務工程，港府仲計劃將綠色債券同基建債券兩個計劃合共借款上限增至9000億港元。香港外匯基金主要目的係將港元對美元匯率維持喺7.75到7.85嘅區間，以維護金融穩定並吸引投資，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同通往中國內地門戶嘅關鍵保障。金管局發聲明話，擬議嘅資金轉移唔會影響外匯基金支持貨幣掛鈎同金融體系嘅能力，又指外匯儲備充足而盈餘不斷增加，若讓港元同美元脫鈎，會引起外界擔憂。倫敦萬神殿宏觀經濟研究所高級中國經濟學家林浩波對彭博社話，此舉可能會打開潘多拉魔盒，帶嚟意想不到嘅後果。佢話令人擔憂嘅係，若呢種資金轉移做法成為常態，機構中又缺乏制衡機制，政府喺政治或財政上又缺乏相應嘅控制，咁聯繫匯率制度嘅信譽必受損害。投資者或貨幣持有者遲早會對該體系失去信任，即使基金規模遠未達到所設定嘅閾值。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